还是有赶得过来嘛。好不容易今天天气好一点，但是晚上还是冷啊。微博上还有小宝贝，昨天晚上下雨了嘛？今天白天出大太阳。啊，今天没出来。这些小朋友，有才4、5岁。穿队服，今天穿队服太冷了。中国还是昨天那个打扮，颜色也换了。他们3个颜色的衣服就是红黄绿，3个颜色，红绿灯的颜色啊，红黄绿。前面那个穿的便装。今天的画面什么，有点黑，那个调高一点，我调了，曝光都加到2了。曝光加2了，调完调亮了一些。等一下我再调一下吧，再加一点。我开了自动啊，在自动上试一下，手动。我把那个调高一点哈，我调0.8。这有点亮了吧？我加到0.7了。我买口红没拿 ，DJI 这个没带。很蹦蹦跳跳的，小朋友在他面前，看吧，看狗狗，还要跳一跳的。现在是亮一些了吧？好点了，对，亮度调高一点的。之前我用自动的正常的，昨天晚上那个我切换镜头，自拍的那个镜头嘛，前置。我准备让取灯那个就塌了，然后马上软件就出问题了，就卡了，画面就没有了，然后就点任何都没用。今天我没管它，就下播了嘛，然后今天开始直播的时候也有问题，就
画面一直不显示，图像不显示，不知道咋回事儿。后面我停了之后再重新试就好了。像我用那个擦眼睛的布把擦一下，觉得不是很清晰的感觉。都穿了黑色的啊，黑色的很受欢迎，因为显得比较高，显得比较瘦，显得比较妆很重。哎，感觉这个为什么？感觉倍数调低了吗？我靠，哦是说哦，现在好一点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搞错了，调了0.5倍。现在正常的比例1倍的比例，现在正常了。之前放了广角了。放了广角的吧？哎，哦，好拍照的啊！我有试用机的，怎么回事？现在好一些，我刚刚开了0.5倍，现在是正常的1倍的效果，1倍。春天现在没穿队服，队服比较凉，比较冷。因为他穿的衣服就是加厚的那种，没有那种。对，刚刚搞错了，没注意到那个。刚刚0.5倍，现在1倍。还是要问一下他名字啊。那是3种颜色，这个白色哦，白阿童木。准备什么？音乐准备这么久？开嘛。成你吗？呵呵，他戴眼镜，有些在这个位置，在后面，就在这个边位置。我那天看他几次，他打招呼，你看到？妈妈不在吗？德国呢，石泉后和那个另外一个拍的那个跳舞的视频还可以，他和战地拍了2个，和另外一个叫啥名字我搞忘了，也拍了2个，跳多好呀！石泉后本来跳舞跳得好，就是拖清楚嘛，拖清楚。然后我问那个视频是谁拍的，我说是不是战地给你们拍的？这战地说没有，他不在那个地方。他就是放的 U 盘，现在连了蓝牙，现在连了蓝牙那些。怎么前一天回来？哪个？才星期3了，就星期4回来嘛。本来我是明天回来的呀，今天早上有大清早的店里面的人给我打电话。哦。谢谢。你应该在西湖那个桥那边去拍，中间。现在我就在西湖啊。但是我看你在路边上没呗，马路边上。没拍的。哦。没去，下一次那边没有那种摄影师的话，他们专门去拍那种的。哦，你可以自己拿个手机对着拍样子。没带架子啊。哦。拍不了，而且我住的地方，我上货的那个区就在西湖边上嘛。哦。拿出在杭州那边拍的视频，在西湖那边打卡，但是看不出来是西湖，只知道是杭州，只知道是杭州。不是连也拿不上，是扎西在选音乐，在选。你知道吗？啊？
这种场合一般都说的是普通话，一般没跳舞的说四川话。还有些没来呀，有些没来。这个是开场的音乐，这个才正式开始。佳佳来了，哎，好冷的。这个就是以前和我母在一起了，经常在一起跳。说我是不是要跟升级？要换个相机吧？相机。有老了感觉，很老吧？这个是新的吗？这个是新的。啊，加等的啊，反正是学一下，学完了再可以放。啊，他是你弟弟吗？他们说是你弟弟。为什么这个？不是这个，我有一个弟弟。哦，另外一个啊，哦，另外一个那边很少来哈。对对对，他在工作。哦，对对对。哎呀，还没保养嘞，不要吃了噻，不来嘛，坚持。当保安，保安就是养两个和坤哥，这边还有辅警。这儿有卖房地产的，有卖楼盘的，有卖什么都有卖的，卖玩具的，卖菜，卖烧烤的，卖饮料的，卖鲜花的也有，小的那种。
成都土美的应该有估计20-30个左右吧，还是有吧。因为温江那边郫都区都有好多个，郫都有几个吧。还有温江区也有，双流也有，还有那个西门那边还有几个，包括乾阳宫那边还有几个，几十个是有的，20-30个是有的。只能说这样，大概吧，应该现在全国就太多了。点赞，这个好像没什么用，我觉得。对，学校里面不出来。西南民大航空港校区他们星期六晚上也可以开，但是不让进去，一些有关系可以进去。那边是学生多几百人。好像02那边里面也有吧，就那老校区这边应该也有。还有很多，有些是小的团体。他那个挂的东西就打小了起来。拉姆娃没来了哦，今天我看了直播了，看了1分钟左右就没看了。我觉得他没进去看了，应该是在发视频的时候会有个推荐的。他长痘痘了，长2个好像。我应该来吧？一会儿加班吗？去那个时候0度等着我们的，现在还没到0度程度，还有1-2个月。成都最低温度就0度吧，-1度左右。但是还没有下雪啊，它不下雪。看吧，我现在几乎不在了。阿迪的团队和我们团队谁名气大？肯定是这个吧。
政府或者是请他们去的话，应该需要10来个人吧，1/3左右。知名度目前还没有。西藏那边有，还有一个是，但那些规模比较小，都几个人。团队比较多的是安德的，就是拥挤他们以前那个团队，30个人，还有这个团队37、36期，基本上超过30的比较很少。白玉县那个团队应该人比较多20多个，那他队伍比较多，像红原县有3、4个队，应该不止。不是官方吧，就说规模比较大的应该有3个广场在跳。像阿坝县的还有阿坝州、阿坝县、德和县那不就说了，每个县都有，每个县有几个队伍。有些队伍是年轻人组成的，有些是就是普通的那种老年人啊，年轻人都会有那种。但跳的氛围比较好的，应该还是州里面的吧，就因为他们下雪都要跳，但是跳的时间比较短。这正装太薄了，衣服太薄了，不保暖，穿那个还冷呢，穿自己的吧，没有冬天的服装，只有春秋装。本来那个州就很注重那个方面，就是对那个服装文化比较重视。这次邀请他们都是州长和1把手、2把手请他们吃饭。阿坝州好像不行，阿坝州就不存在那些。阿坝州的旅游资源也是，其他省应该数1数2的吧。它有韭菜沟，有黄龙、韭菜黄龙，它旅游方面资源很多，甘孜州要少一些。州长都亲自迎接。就是下周礼拜，就他们几个人，团队比较少。喂，啊，你来了吗？哦。
好好好嘛，好好。哦，好，他来过的哇？没来过啊？好，好嘞，好，拜拜，8:46到。我请了一个送快递的闪送，但是那个人是聋哑人，听不懂，然后他发信息给那个送货的说了，有抱狗狗的，然后让我注意到那个人，送花了嘛。
告诉你。好，在这边韩国朋友送的。金明珠他来过这儿来，他来我们这儿来过。哎，那晚上来过一次。好。耍来了。现在都几点钟了？昨晚苏拉都发通宵，好像玩通宵吧，基本上通宵，因为他过生嘛，然后也喝酒喝多了，喝醉了有些。8点50了。
了你哦。我认了嘛。那我今天穿好长羽绒服，只得和我不相同。这个。昨天我们又上去了，我们来上那个楼上去，那个小金那个娃。他今天他不要萝卜那边跳吗？没，他今天上班，他昨天休息，他今天上班了。昨天不是3些朋友嘛，我站起你还碰到哪个？我上去了，我碰到那个境外加班那个人。雍错他了，这个有点胖的。雍错，还有那个佳佳。是啊。西西。他在楼上碰到他们。他们要跳吗？他们要跳舞吗？是他找的，还没去。我昨天上去，还碰到雍错他们。这个倒计了，往后面推一下。到不了嘛，他那么去的。认真的了一群小娃娃跟着他跳，屁股里面有3个小朋友跟着他跳。
个事儿嘛。金刚舞提醒一下嘛。哦，没事，好了好了，快说嘛。有可能不跳也可以吧，要不9点半也跳金刚舞啊。罗桑好像没跳，罗桑应该在拍视频。今天人有点多，没有控制。编辑在直播，他本来也没有那个吧，感冒了没精神嘛。卓玛吹没来，有好多都没来，杨炫也没来，张希曲真，张希曲真今天打招呼，他怎么没来呢？他不是藏族人，不是一般的。柔木跳的最卖力，最认真。王木把灯都调熄了，看吧，灯泡都刚刚才亮，刚刚都熄了好像很久。它应该是温控保护吧，应该。没，哦，他昨天晚上那个加拿大那个说的普通话呀，说的很好啊。啊，灯又熄了，他灯是被别人碰了吗？
拍一点。昨天拍了几个，视频都没怎么拍。昨天。今天晚上应该不会搞完放军歌舞。前几天是因为蜡取的比较多，对，刚刚是蜡取开始放了。对，蜡取跳上瘾了嘛，然后金刚舞就搞忘了嘛，星期三就搞忘了噻。梅梅也来了，还有青错也来了。青错和梅梅，梅梅在前面。对啊，张弟肯定直播啊，他那边没什么跳舞的地方。
束了。我在拍他们两个。准备，放完。这个啊，写歌舞是吧？哎，我天天在看这个。给小朋友。好。出来也可以看直播去了，他在直播，也可以给确诊拍一个。
是没睡醒，我觉得不瞌睡。地方都痛。咋的？喝了葡萄酒吗？啤酒。啤酒。一瓶。喝一年喝几件？正常嘛。啊，本来可以早点去的。你们在外面，我在外面喝啥？扎西汤面。哦。这个位置还不错，稍微近一点是吧？好。可以啊。再不能去了。谁打电话呀？电话来了。电话了。哦，我电话没响，是我的电话呢。接电话呢，扎西的电话。哎，好贵吧？是吧？今天要这。扎西在谈生意，现在看今天晚上应该不跳金刚舞，金刚舞不跳了，2000台币，对啊，400多就可以随便买。你看天上的那个绿色的极光。太短了，几点？他们点的东西？差不多就
它不长。哎，它的灯属于是在关，是不是拆了就？不是拆了，好像应该是这温度到了嘛？是拍来拍去就只有拍乌木、曲珍他们几个。我们确诊比较那个。有流量高的。现在也跳得好了嘛？其实我拍他们娃其实挺好的，就是朗宝跳得好，也跳得好。他的流量长。他们3个也跳得好啊，就这个德给的3个小朋友。
小李哥的啦，小李哥的今天对不对发金刚舞啊？金刚舞没时间了必须要，就必须要发。上一周是9点半放的。他们两个昨天他们康宁那个是不是来了？啊？是康宁昨天他们跳。不知道啊，不认识。他们两个。问一下嘛。那后面过场昨天就来了的嘛？啊？他们昨天就来了，我都不认识。这个跳了之后，这个完了之后就跳金刚舞了。电话来喽！打电话来了。我说手机放的吧？哎，手机放的。好的，这些人不放的。哎，今天还要跳金刚舞，还有半个小时，20分钟。他应该打飞行模式噻。他飞行模他歌也就不放，在线放的嘛。他没用 U 盘，还有手机放的。你那飞行模式没得网络嘛？是啊。哎，我都可以用80的脚站了。但是真的用80的话，你觉得太近了。好，反正你要站远点儿。是不是配上半身就完了？你上半身你要脚那些要看动作。我是太小了。我这个就50。重放。从头开始放好点点啊！太小了。不存在，你那个相机你没得清晰，你能不能再变嘛？比如说你80的再放大，你没放大嘛？也是变焦的。我说定焦的情况下。定焦你咋个变呢？定焦只能走近一点。你那个相机没设计，所有的都自带1.5倍，自带清晰影像。拍满了，他叫我清理空间，还有多少 G？500多 G， 全用完了。我靠，只3个 G 了，我用了什么东西拍了500多个 G？ 存储空间已满了。拍不了了，拍3个 G 了。
挺早了。拍了这么多小，手机用光了，内存用空了，没那个空间都不够了。先把这个学了，再告诉我，再过来。摇头，在摇头。
4个小老虎，还有4个。他那个了啊，都帮我拍了一遍。包了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把包上面的，他掉下去了，往上面包，我这样放，这样放，包去耍去了。哎，这个也是护士，这个也是，这个小妹妹也是护士。她抖音比较有意思，病人推她坐轮椅上，病人在推她玩儿。我没问他是哪个医院，反正也是，有可能是承办医院，有可能是。他是英文的，我不知道正确叫啥名字。太难了。他的抖音，算了，不用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了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。他和曲珍、八大曲珍、八大欧姆都是搞那个，都是一个职业的。赵小璐来了。招过来了，你妈又要跑那个了，过来。那个。敲没了，敲的全是藏族。
我把那个取了。他们不得不接去了，他们就在成都了，你就不得回老家了。这边我们他们叫过来。不用，慢慢，以后跳舞的时候问嘛。以后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问，大家在跳舞。中国银行的是。我是全国文笔手势。哦。青春本来就很可爱，没完成，青春可爱。他们把那个3个合格的，这1届、2届、3届，1、2、3，他们没有问他真正的名字。香港宝宝。
状态已经太多了。这所单位不归拥我跟管理处，什么情况下坐到顶上了？这个厂这么多啊！你看他们，动作非常慢。我拍了慢动作，你看我拍的慢动作，好慢。等一下，我放方向。拍了一个慢动作，4K 2.8。4K 120吧，4K 100。你支架反应过吗？你支架可以弄紧，你的支架太危险了。要不得随时要掉。我喜欢那种。你在这段时间充电丰富了不得？哪里到了？对，那天都到了。这就放那种动荡绵绵的。那就走吧。是啦，早点回去休息。结束喽。回去不瞌睡，你晚上要直播吗？有直播吗？昨天搞到了凌晨5、6点。啊，要喝酒去了。我都搞成了1点钟。他们一直在喝酒。现在年轻嘛，年轻就喝一喝噻，很正常。小李哥走了。好嘞，好，拜拜。好。昨天晚上他们6点钟通宵喝酒，喝啤酒。我没喝酒，我只喝酥油茶，喝到1点钟。他们还有要做，我们也不要他们咋洗到门口喝得别玩。今天中午不去了。今天中午可以去青阳宫了。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要表演什么 ？Hello， 咋安排的呢？这儿直播啊？关灯了。哦，我明天给杨说。佳佳。有一个小伙子他就在等啊。都穿黑衣服跑了吗？哦，他那个找去了。那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还没关灯呢。拜拜，明天我不知道明天见不见。星期5。给他称一次。一直穿了，他穿的宽比较薄，他只有1半。他其实嘛还挺多的。哎，不用穿都可以，只是说感觉应该冷一些。他的冷，跳的最棒的是他啊，那个黑色的是吧？那个欧姆嘛。啊，不知道。是矮一点。反正那个跟橙色那个男孩在一起。是他们穿黑色的，就欧姆。还有的曲珍也可以，就是那个刚刚穿衣服那个。他们不。你们每天会直播吗？对，他们都会直播，他们每跳舞都会直播。
你看他们拿的那个都在直播，谢谢你们。因为他们之前觉得没有直播，我在直播，精神好嘛，精力好。不说实话嘛，是吧？点个赞呐，来这儿打油吃啊。行。哎，我没敢说直接送的，给你那做嘛送的。小炸鸡啊，也是小炸鸡嘛，永丰南不有不？哎，永丰啊。看吧，永贞也帮忙，我们帮不了，不是。哦，给用错哦，给这个他是给用错了，用错了，有10万，有500多，给用错，我也没联系，500多，那10万不了我吧？我给40多吧，我给40多左右。韩元。那个啊，是那个用错嘛？就是那个跟那个嘛啊，对跟啊对。我明天跟联系，我不晓得他来不来。我叫今天到起。你想帮忙跟他说啊？我想。你先，我跟他问嘛，我有一点记得。我也想问下子这次，我要问他是全送花还是送礼物？我要问哪一种？是送花还是礼物？花和加礼物嘛，要么是只是花圈还是视频的意思。还有他组合吃些咋写？F1.2。1.8好像。你可以自己调啊。可以调吧。你这种是远景就虚化了。你如果调 F7、F8，然后就全部是相当于是把所有人都收完，就是清晰的清晰。F8一看是最清晰的。F8 到 F13。最清晰的。你看我关键我把它调了 F8嘛，还有那个 F8.2， F8到10，远处都是看清楚回来没有？你看吧 F9就看那个这个吧。如果调了1.2，就是像如果想定焦了，你说我调了1.2之后，它这边远景它就叫淡，它主要是看里面。就是光圈我都还在光圈，它就是光圈快门嘛。主要是光圈嘛。一般用1.2高。焦距我都弄好了。慢慢练嘛，反正东西就是自己摸出来的。就是我这么久才晓得那个焦距了。以前没啥子最。你那个是一种那个跳舞那个，哎。就是拉起，其实他们这个动作就是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嘛，这狼群卓玛就又撇的新的，狼群卓玛又撇了一个新的那个跳舞的，我还没转过来。他跳的有点多这几天。是好看。他之前没得名字，然后我说你把名字改你们名字，叫他是个跳舞的孩子，双鞋子。然后只有1.100个关注的，后面我说你把名字改了就找不到你，我说你，后面他改了噻，当天好像改了之后一下就找到，然后他又发作品，我把以前的作品发了之后一下，现在都2-3千人了。哪个？那个拉曲那个跳舞那个。哪部嘛？张楚嘛，他改名字嘛。啊，对，就我们。就老王啊，就老王。我看到他了。就我们在一起的嘛，就那个小伙子。对啊，我喊他直播，他也在直播的嘛，现在。但是我就看到，我不晓得是哪个，我看到油管上写的。他以前在电视台给他们提供一些素材，拍电视，拍一些视频，晓得嘛？他视频有点多，他和电视台给你供稿的那种。我晓得。他们有公司，他们是公司性质的。因为我看到写的藏族的。他2个频道，一个藏族一个是啥子藏族音乐啥子舞蹈，有2个。他是最早2年前就开始整了。你们2个。他们拖车子上车子边，他们车子拖到车上去，车都放到楼上那儿去噻。你今天看到吗？抖音上全是那个，也不是投诉嘛，就是只能是我刷到了很多。就是抢救人那个人民网那个。就是时不时的刷到他们。现在人民网上面很多啥子都报道的。对呀。
好多是人权上了全人民网的、央视网没有？央视网都有的，那个他们9人那个就人的哎呦，可以哦，上了央视网啊！韩国的报道的，还有大 V 都转了嘛。真的是。微博上面转很正常，你央视和新华啥子都转了嘛，肯定是。央视台转到这儿，这个跳歌声。就是个画面，那个是就是11月3号发生的，到现在今天昨前天，最早是甘孜州发布的，甘孜州2天前就发布了，发了之后就然后就转到那个。开头是直播那个嘛，直播融媒体，然后转到巴塘了，他们转到巴塘。后面转到巴塘了嘛，开始是甘孜州的，甘孜州转那个，然后他们学校的，央视网。他们学校的，他们为直接学校的官方的所有的，然后就是央视那边的报道。然后所有媒体、地方媒体全部都要报了。哦，难怪。永吉老师的粉丝号有点好高哦，还在涨，40快46万。涨最多的是扎西拉姆，现在46万了。真的啊？ 16万46万人的粉丝了啊！粉丝哇，那个时候我看到了，好吓人。扎西拉姆才30多万，现在才好了时间没见，现在涨到46万了。他以前不是有时候他还有个后10多万。他那儿是对吧？毕竟经常每天都在直播的嘛。现在不来。他来直播了嘛啊？他经常来直播，而且通宵直播。就是他是通宵。扎西拉姆嘛，他眼圈就是黑眼圈儿，是黑眼圈眼睛。长期熬夜嘛。我跟你说嘛，他现在还在不在罗马跳呢？啊，他是帮希腊干啥子嘛？他们是帮希腊的忙嘛？希腊地方带过去带过来。啊，应该是吧？一直没过来，他和苏拉都没在一起了嘛？他们两个之前是不在一起。天天在一起。现在苏拉昨天过生的时候，他都没去。昨天过生的嘛。我没去嘛，还要扎西了，晓得他们咋去？他们在那个足球，就在扎西那个足球站噻。那个就是那个嘛，昨天开头那个。扎西拉姆，然后喝酒。就是那个邓紫他们做点直播嘛，后来你走了嘛，后来邓紫他们就去了扎西那个店里面足球站噻，然后后来我就看到那个我们发的在那个苏拉在那儿过生日啊、吃饭啊那些，后来邓紫啊、吴京他们都去了，邓紫先头做点直播嘛，后来你走了噻，好像那个一起去的那个徐峥，他们都去了那个扎西那个店。他昨晚1点钟，这个6点钟才回去。我昨天耍通宵了嘛？胖娃儿，跟球扎西，他耍1点多。小胖。他喝的奶茶，他说的他。他说的，他6点钟耍走。他们耍6点钟嘛，他喝的，他1点多就走。他没有喝酒。他说他主要耍。昨天晚看他们扎西，我看他们来直播啊。他们是其实去的了，知道吗？他们是一直在直播嘛。去扎西，我看他昨天跟他们一起。